夾頭小貼士。平時短音會捲個魔術貼，等中間嘅位置會拱啲，之後先會捲返個音嘅髮尾。到側邊嘅頭髮會攞一執仔梳完，要梳成一片嘅，唔要一柱嘅，一片咁樣夾落去，然後轉圈，由中間開始數2秒，等佢熱，2秒下一轉，2秒下一轉，重複到完為止。夾完擺低唔搞佢，夾嘅時候有張力，夾完有彈性嘅，之後全部都抽取式重複去做。如果個頭本身係好直好扁嘅，上層都要夾，可以營造返個鬆度。見到有漏咗直嘅，攞返佢出嚟夾返攣就得啦。夾完晒個頭唔熱就可以輕輕打散。有翹耳仔習慣可以翹完再補。平時建議沖涼前可以練習，因為你夾成點都唔緊要，但係你可以慣咗之後，第2日起身去夾，你就好快出得門口咯。個音記得提高去夾，如果唔係就扁。搞掂就輕輕梳整齊，唔使用梳，用手就 OK 啦。